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82篇8節，神啊，求你起來，審判大地，因為萬國都是你的產業。神啊，求你起來，審判大地，因為萬國都是你的產業。當我哋喺生活中遇上不公義嘅事情，我哋是否仍然相信神會親自審判？是否以神國度嘅視野去看見神在掌管一切，相信他是至高嘅審判者？神啊，求你赦免我哋對你不完全嘅信心，求你開啟我哋嘅屬靈視野，喺黑暗中能看見你公義嘅光，並持守信心，相信你在掌權審判。又求你賜予我哋憐憫嘅心，去關懷軟弱無助嘅人，經歷神嘅慈愛同埋公義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